感谢咱医院会，咱利用医务，诚恳辛苦，晚安啦，大家好了，好不好？让你们今天回到家，家庭平安，顺利好转，事业成功，生意也会更好，财有帮助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好。祝贵大家平安顺利，结束如意。重要就有明仔。咱8点上经一工，马下就是一个简单办一个平安餐，尔圣诞千秋甲安寿的纪念日，大家爱转来哦，请爱食一个平安餐哦，爱吼，食一个啦，生理好，财富好，身体健康更加好，是毋是安尼？就欢喜，以后咱平安顺利大汉。好不好？好。